泰拳比賽，打出嘅唔止係勝負。擂台之外，真正精彩嘅係一班 BNI 會友共同創造商機。故事由 Winky 嘅餐廳蛋黃花開始。餐廳可以唔止係用餐嘅地方，更可以成為有體驗、有話題、有連結嘅商業舞台。由場地、餐飲、燈光、音響、獎牌、司儀、拳手、醫療、直播同埋賽事安排，結果活動當晚吸引超過250位 BNI 會友同埋朋友出席，觀賽、交流、消費。蛋黃花嘅美食咧，同埋呢個拳擊嘅嘉年華啊！讓唔同嘅會友專業服務被更多人看見，呢個就係 BNI 嘅力量。BNI 唔只係轉介，而係信任、配合、互相成就。一個想法連結一班夥伴，一班夥伴成就一場商機。